人民作家巴金，由曾令達聲演。中國文壇自五四運動之後百花齊放，當中孕育出唔少富有社會責任嘅文學家，其中之一就係今日嘅故事主角巴金。巴金你好，好多人都話你嘅家庭背景直接影響你嘅創作，係咪呢？我屋企自曾祖父起，世代為官，出身於官宦家庭，令我從小就有機會接受良好教育。不過亦埋下咗反封建強權嘅種子。1919年起，我去到成都、上海、南京唔同嘅城市學習外語同接觸西方文化，仲喺1927年遠赴法國留學，認識咗一班認同無政府主義嘅朋友，堅定咗我追求自由同革命嘅信念。咁點解你唔做政治家，而從事文學工作呢？係咁嘅，1928年我喺法國用筆名巴金寫咗第一本小說《滅亡》，原本只係打算印幾百本送俾朋友，點知得到小說月報嘅編者鄭振鐸賞識，幫我發表連載。我發現除咗透過革命去改變社會之外，透過文學創作嚟反映社會現實同人民疾苦，都係另一種改革嘅方式。於是我就踏上文學之路。講起你嘅文學作品，自然會諗起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特別係家呢一部分最為人熟悉。當中嘅內容係點？你又想表達啲咩呢？正如我以前曾經講過，要是沒有我最初19年的生活，我也寫不出這樣的作品。家嘅故事發生響一個封建舊式大家庭，透過故事之中嘅高氏三兄弟嘅愛情經歷，睇到佢哋點樣面對、服從同反抗高老太爺，例如逼婚、棒打鴛鴦等等。我希望藉住高家呢個故事，向大眾揭示同反思中國存在咗幾千年嘅父權主義同封建家庭文化當中點樣蠶食同限制年青人發展，進而阻礙咗中國嘅發展。縱觀巴金一生創作出無數膾炙人口嘅作品，除咗批判封建社會嘅《家春秋》，描寫知識青年內心同理想嘅愛情的三部曲《霧與電》，仲有抗戰三部曲同埋小人小事三部曲，都影響深遠。佢嘅作品先後被譯為日、俄、英等近30種文字。巴金可以稱得上係享有最多國際榮譽嘅中國現代作家之一。